靖宇已经把详细的经过都告诉我了。理财啊，这次辛苦你了。只可惜未能将张小凡带回，请师叔见谅。小凡因当时去了胡岐山，胡岐山自从魔教落败、鬼王重伤后，便防守森严，无法突入。这次是弟子未曾考虑周全，本以为金宇能够将其劝服，可没想到，早知这样，我就应该强行把他带回来。你也不必自责。理财啊，从诛仙剑落下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已经知道了，终究会有这样一个结果。如若有一天，你们再碰上我家老七，若真是动起手来，记着，不必留情。师妹，你别哭了。是啊，师妹，你就别哭了。靖宇都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这不小凡还活着吗？这人只要活着，他就有希望啊。没错，我们都想想办法，劝他回来就是了。他是不会回来的了。哎呀，不会的，师妹。小凡他只是太过悲伤，他的脑子有时候总是不开窍。哎，他打小就那样，你们忘了吗？小凡他会想通的，他想通他就回来了。娘，小凡他为什么不回来？每个人都会长大，也会选择属于自己的路。小凡选择了他的路，你选了你们的。既已再无缘分，就不必强求了。为什么呀？难道养育他长大的青云门，待他如家人一样的爹和娘，还有师兄，还有我，还不如那个妖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吗？灵儿，你这些话千万不能让你爹听到，否则他一定会惩罚你的。从今往后，大珠峰上下都不许在任何地方议论小凡，咱们就当没有这个人吧。不要！没有把人带回来吗？没有。那打探到苍松的下落了吗？我和小凡一起。
人生苦短，有时候我们甚至来不及仔细体验那些稍纵即逝的日子，原来是那么幸福，便看着它在指尖溜走，再无痕迹。我明白，世间万物都会逝去，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，天地上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秋天枫叶落尽，春来万物复生。我找遍了神州大地许多的地方，仍没有寻到复活之术的线索。物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连满月景也在岁月之中干涸。可是，只要我仍活在这世上一天，就不会放弃唤醒它的希望。可知当时
相约时，谁能别离此？一群的萍香啊，怎我长相思？终有一日，我会等你醒了，答应你最后那个承诺，我们说好的。不为不为。
可走。汇聚了强大的灵气，甚至可以让人死而复生。至于该如何运用，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呢？我只是在想，宗主已经很久没有来看碧瑶了。这10年来，宗主鬓边的白发多了多少？你总归看得见吧？他不是不想他唯一的女儿，他只是把痛楚都藏在心里罢了。对了，黑巫族一事进展得怎么样了？黑巫族只是在1000年之前昙花一现，如今再想寻找，我连半分头绪都没有了。张小凡寻找了这么久的复活之法，也什么办法都没有。幽姬，你以后不能再这么叫他了。宗主一再提醒，他现在已经是鬼力了，他与正道再无任何关联。青龙，你说一个人真的可以这么容易遗忘过去的一切，成为另外一个人吗？我知道你对碧瑶心存愧疚，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好她。不过，以前的那个张小凡已经不在了。如果我是碧瑶，即使你历尽千辛万苦，可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喜欢的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他。可你说碧瑶，她喜欢的是张小凡，还是如今的鬼力？这对我，对你都不重要。碧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之后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所以没有来得及看你。你不会怪我吧？啊，如今我完成了你的一桩心愿，我也是鬼王宗的人了。现在我跟你一样，都是魔教妖人了。等你醒来以后，
你一定会觉得很惊讶。你爹说我穿上这身衣服，话变得少了。其实不是话少，而是有很多话我不太想说。这个世上值得聊的事情和想要聊天的人变得越来越少。好，你看我这身衣服好不好看？我猜你一定还是喜欢我在青云门穿的衣服，尤其是我们刚刚认识时穿的。可是这10年，这身衣服缝缝补补，穿了又穿，实在是破旧不堪了。这10年我去了很多地方，有我们一起去过的，也有你没有去过的。我常常在想，等你醒来以后，我们俩什么事情也不做，我就带着你游山玩水，走遍天涯海角。过几天我要回青云一趟。你爹说的没错，有些事情总是要去面对。等我回来以后，我会抽更多的时间陪你。碧瑶，保重。起死回生，本就是逆天之举。此次无功而返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宗主切勿介怀。我明白，只是这10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既然合欢陵让碧瑶残存了一线生机，我们手上的天书根本不全，只有1、2卷在手上。我想不明白的是，如此缥缈危险的事，你怎么敢承诺于鬼力？
陆师姐，林师弟，今天怎么突然召集各脉前来通天峰议事？萧师兄派出的弟子从死亡沼泽回来了，打听了一些南边的消息。有他的消息吗？有情，原则还是要有的，否则怎么能只管戒律堂呢？听说这些年，你把戒律堂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我不过是提醒一下，凡事不过是非分明4字而已。陆师姐，方才有那么一刻，你真的很像水月师叔。师父已闭关多年，难得林师弟还挂念着他。当年师叔也是这般的铁面无私，如今想起来，他所预料的竟然全部都是对的。可惜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改变不了，那是好事。青云门里得有一个守原则的人，我看我是不行了。师弟，师妹，师兄，宋师兄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怎么也不进去啊？不过是闲聊往事罢了。哦，对了，文敏说最近他要回小竹峰一次啊。是我要求的，想到近期可能要下山办些事情，所以请文敏师姐回小竹峰帮忙打理一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快进去吧，别让萧师兄久等了。嗯，走。近日天下间纷纷传闻，西方大沼泽内忽有异光冲天，连绵数日，恐有异宝将要出世。本来这天降灵物，为有德者居之，我们也并无兴趣。可是这消息传开以后，却听说魔教大肆西进，意图染指。都有些什么人？传闻7年前，玉阳子将长生堂设在了死亡沼泽一带，而目前万毒门也开始往死亡沼泽一带汇聚。我青云门的弟子查探到，这西方大沼泽内很有可能有玉阳子和毒神想要的长生不老的功法，以及传说中的天书。又是天书。当年第1卷天书下落不明，第2卷在定海庄内被鬼王夺走，如今则很可能是第3卷。这10年之间，魔教似乎没有停止过寻找天书的下落，想必他们还在处心积虑地想要复活兽神。若林师弟所言不差，那么这第3卷天书绝对不能落在他们手上。师兄，现在我师父还有曾师叔他们已经退隐，门派之事不过问，而掌门师伯还在闭关。这次西方大沼泽之事，看来还得我们自己应付。不错，那依各位师弟之言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若是天书，绝不能让他们得到；不是天书，也必须主动出击，削弱魔教实力。如今七脉师长闭关，或各自修行，用意很明显，青云事务全部交由我们来处理。师长们不适合出战，派师弟师妹们我不放心。看来只有我们自己走一趟了。算我一个，我同陆师姐一起下山。我同你们一起去吧。师兄，你是掌门首座弟子，责任重大，此事
还是由我去吧。近日，天音阁和焚香谷也派出了弟子前往。经过10年前的那场大战，我相信各位早已心知肚明。这两派表面上和我们是一团和气，暗地里则窥视我们正道领袖之位久矣。此次我同师弟师妹们一同前往，希望能持正道义，斩妖除魔，重振我青云声威。是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张小凡日前下落不明，如今已是本门气度，若是投身魔教，又正巧被2位碰见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萧师兄，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自然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难不成还要包庇本门叛徒不成？陆师妹误会了，我不过也是讨你这么一句话。既然大家有所准备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此事就这么定了吧，大家回去准备一下，我们最近就出发。娘，灵儿好久没见您了，都想死我了。你瞧瞧你，都嫁为人妻了，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？人家本来就是孩子嘛。哎，灵儿，这次通天峰开会，齐浩都说了些什么？齐师兄也没跟我说太多，不过大师兄不是去开会了吗？等他回来不就知道了。你这个大师兄啊，每次开会，人家说什么，他就跟着人家说什么，牵强附会，没有一点自己的主见。等他一回来吧，我还得追着他问东问西的。哼，每次一开会啊，这个齐浩跟萧逸才，人家一多说几句吧，这个大人呢，也不懂得坚持点原则。看来以后啊，这大珠峰就没有一个敢讲真话的了。好了好了，这女儿刚回来，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我田不易养了这一大门的徒弟，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哼，这个也不省心，那个也没用的。爹，你是惦记小凡了吧？灵儿，哎，傻丫头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提小凡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非得弄得2个人不高兴。一边城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寂寞，谈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的青涩，某种的难过，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我醉在尘世中，恍然若梦，睁开眼时。谁为谁是？